大家好啊，我係徐永佑，我係2013年嘅畢業生啦。咁我而家咧嘅工作其實係一位嘅海事處嘅海事主任。我認識海事個行業咧，都係好有賴堅樂中學提供一個嘅職涯分享，即係大家而家都聽緊呢個嘅職涯分享啦。當時喺中午嘅時候咧，我就有機會喺一個職涯分享上面認識到海事呢一行嘅行業，令到我入行。因為點解咧？其實我而家呢個職系咧，海事主任職系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入職條件嘅，就係佢需要有行船嘅資歷、行船嘅專業認證先至可以入職嘅啫。咁大家可能都會一聽到呢個 term 行船咧，就有啲一頭霧水啊，或者就算聽過咧，都可能係講緊阿爺嘅年代先有嘅一個嘅詞語嚟嘅，係啦。所以我嗰陣時其實都係一無所知嘅。當我認識呢個行業嘅時候咧，就係喺堅樂中學嘅中午嘅時候，俾我嘅一次嘅職涯分享，先認識到呢一行，讓我知道原來呢一行好特別，同其他唔同嘅職業咧好唔同。所以就之後我就不停咁樣去揾好多資料啦，跟聯絡好多唔同嘅人啦，去認識呢一行啦。DSE 畢業之後咧，咁就有2個途徑可以進入即係行船呢個行業嘅，係啦。咁我本身咧自己就係甲板嗰邊嘅。咁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即係話想了解或者都知道點入甲板呢行咧，其實香港而家現有2個課程咧係可以提供到俾大家有呢個入行嘅機會啦。第一個就係海事訓練學院嘅高級海事科技文憑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喺理工大學嘅 PolyU 嘅呢個國際航運及物流嘅學士學位課程啦。咁呢2個課程都係可以提供到啲機會俾大家讀完之後咧有機會投身到呢一行嘅海事科技高級文憑咧。佢係一個 tailor-made for 行船嘅一個嘅課程嚟嘅，所以佢成個課程嘅內容涵蓋咧就係完全係行船嘅內容，你日後嘅工作係完全係用得翻嘅。而另外一個航運嘅學士學位課程咧，咁佢個涵蓋面就闊啲嘅，佢唔單止係行船，所以你可能要揀翻啲相關嘅選修科啦，咁你亦都可以去進入呢個行業嘅。咁當你完成咗呢個嘅課程啊2選1啦，咁完成咗之後咧，你就有機會可以去加入船公司啦，去行船啦。但係咁行船係啲咩咧？可能有啲人咧就會覺得係會唔會天星小輪啊，或者係去長洲啊、梅窩啊、大嶼山啊嗰啲渡輪服務嗰啲嘅行船咧。咁我哋講嘅行船咧，並不是指呢啲嘅行船啊，而真係大家可能即係1年裏邊咧，你都見唔到佢一次嗰啲。我哋就係因為咧，我哋所講嘅行船咧，就係我哋要去到遠洋船上面工作嘅。去到遠洋船上邊咧，我哋嘅船隻咧就去到世界唔同國家嘅港口裏面做裝卸貨啦。咁基本上你最少半年或者甚至1年，你先會翻嚟香港1次啊。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緊嘅行船啦。船上嘅工作係好特別。即係喺岸上咧，完全係揾唔到，或者未必會有機會嘅，人生裏面未必有機會可以接觸到呢個行業嘅工作嘅經歷嘅。即係好簡單啦，即係好似我哋喺岸上面啊，我哋平時生活啊，或者我哋有啲乜嘢緊急嘅事情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打999，係啦，即係有咩事打999，有白車會嚟到啦，或者有或者去嚴重啲嘅有火警嘅，可以揾消防過嚟幫我哋救火啦。喺船上嘅工作就好特別啦。我哋嘅船咧一開到出公海咧，基本上咧就與世隔絕，就得翻一條船嘅啫。咁你想去獲得支援嘅時候咧，基本上就係都係靠自己嘅啫，係啦。咁所以導致呢個特性嘅時候咧，咁我哋返學上堂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要學好多唔同嘅特別嘅技能啊。其中一個就係啱啱所講嘅，即係救火求生嘅技能。即係呢啲技能咧，係平時岸上工作你完全唔會需要學識嘅，但係喺船上工作呢個必備嘅技能啊。因為喺船上面嘅時候遇到火警咧，係冇人會可以幫到你嘅。唯一幫到你嘅就船上各自嘅船員，我哋就會自己孭起個氧氣樽，打完電滅火後就入火場救火啦。呢個就係我哋喺課程上面我哋會學到嘅嘢啦。而喺船上面的確係會有機會會就 touch wood，萬一嘅話係有機會用得到啦。另外咧，話船上嘅生活就好特別嘅。
係啦。可能大家如果有去過宿營嘅話咧，就會有大概嘅認知啦。我哋船上生活其實有啲似宿營嘅。因為咧，我哋成個工作環境咧就喺一個建築物裏邊咧，好似因為我係甲板上面嘅火長啦。咁我哋甲板火長最主要工作就係航行駕駛啦。咁航行駕駛就會喺駕駛台，即係我哋船上面最高嘅樓層啦。所以咧，我平時嘅生活咧，即係船上嘅生活咧，就係瞓醒，翻工嘅時候就可能上2層去到駕駛台翻工。咁放工咧就落翻2層去翻自己嘅睡房休息。係啦，咁休息到咁上下食飯嘅時候，落多2層去餐廳食飯。每日就如是，係啦，同埋船上嘅工作咧就係輪班制嘅，因為我哋船咧就24/7嘅，我哋船係唔會停航嘅，所以我船上有3個火長，我哋每人就係啦24小時輪更，每人除翻3啊，即係每人8個小時嘅航行駕駛啦，係啦，咁我哋就每日就有一個每日咁樣 routine 咁樣輪班嘅工作嘅，係啦，咁除咗航行駕駛之外咧，其餘我哋仲會做一啲嘅救生設備嘅保養啦，當然都有啲 paperwork 要做啦。咁船上嘅工作就係比平時嘅岸上工作咧就相當之唔同，同埋你都要認識到好多唔同特別嘅知識啦，即係例如天文嘅知識啊。因為咧其實行船咧就係一個相當之傳統嘅行業嚟嘅。當然而家現今科技咧有好多唔同嘅高科技可以協助我哋啦，有 GPS 啊，有電子海圖啊、雷達啊等等自動駕駛。咁但係咧，我哋都要認識基本嘅點樣去測量自己嘅位置啊，認識天體嘅運行啊，了解天氣嘅點樣做天氣預報啊等等呢啲。因為船上面嘅資訊啊，或者當啲設備有故障嘅時候咧，你係未必能夠即時有支援嘅。所以你係必須要自己認識最基本實際去點樣去認識天體，去定自己個位啦，亦都知道點樣睇個天氣嘅氣象，嚟緊天氣嘅變化，判斷自己嘅航線行去邊等等啦。呢啲知識都係一啲好特別嘅經驗，俾我可以喺呢個行業裏邊去獲得嘅，係啦。咁我都其實我2013啱啱開頭所講啦，我13年畢業啦，畢完業之後我就讀咗2年嘅海事科技高級文憑，15年就開始進入航海呢一行啦。咁15年咧我就船就行到大概19年左右就翻上岸上工作嘅，係啦。咁翻上岸上之後咧，我就再進修咗一個學士學位課程啦。然之後21年嘅時候亦都有再讀一個嘅深造文憑啦。然之後21年同時咧，我都加入咗而家海事處呢個職位啦。海事主任嘅工作咧，就同船上工作就有啲唔同嘅，係啦，佢涵蓋到好多嘅海事相關嘅知識啦。因為我哋海事主任嘅工作咧，主要就係包括管理成個香港嘅港口啦，規劃嘅港口嘅發展啦，就係例如亦都要規劃客運碼頭嘅管理啊，一啲嘅航線航運嘅政策策劃啊，呢啲法例嘅執行啊，同埋要協調一啲嘅大型海事嘅活動嘅舉行嘅，即係例如啦，舉個例子就好似每年都有嘅維港兩岸嘅煙花匯演啦，呢個就係由我哋海事處去進行主要嘅協調工作嘅。呢個就係海事主任去喺海事處嘅工作範疇啦。咁我都覺得呢個工作範疇實在都係十分之適合一啲好希望或者好中意一啲大海啊，或者一啲自由啊，中意一啲冒險類型嘅同學嘅。如果真係大家對一個想感受一個不一樣嘅人生啊，或者一個職業生涯嘅話咧，呢個行業係會令到你一個唔錯嘅選擇嘅。而且呢個行業咧同其他行業嘅唔同咧，就係呢個行業嘅升遷路徑啊十分之清晰嘅，即係好似舉個例子，好似飛機師咁樣，飛機師佢哋晉升嘅條件就係儲呢個飛行時數啦。我哋航海人咧儲嘅時數咧就叫航海時數啦。咁你當你儲夠一定嘅時數之後咧，你就可以考上1級嘅資歷啦，再儲一定嘅年數之後，再考1級，再儲時數，再考1級咁樣，係非常之清晰嘅階梯。你見到自己行幾多年就可以考3級，行幾多年考2級，所以個晉升階梯咧十分之清楚清晰嘅。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吸引我嘅地方啦，同岸上嘅工作嘅唔同。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了解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喺網上面去搜尋海事主任或者
遠洋甲板船員，都有好多相關嘅唔同嘅消息可以揾得到。咁其實對於我嚟講咧 ，AI 嘅運用啊，或者 AI 嘅發展咧，對於航海呢個事業嚟講，我覺得係有一定嘅衝擊嘅。即係好似最簡單，而家 AI 越嚟越多，大家平時可能都會見到或者都講起就係一個自動駕駛嘅功能啦。而家陸上其實都有啲汽車嘅車輛，佢已經係用緊 AI 嘅自動駕駛嘅功能㗎啦。所以一啲傳統嘅行業啊，即係可能司機啊，所以甚至係駕駛員啊，所以我諗船員嘅駕駛員咧都可以係歸類為同接近嘅界別嘅。當然我諗船嗰個嘅操作啊駕駛會再複雜多啲嘅，因為船上海上咧就唔同陸地，陸地有好多線啊，好多規則啊，好多紅綠燈啊，你可以跟住指示行。海上面嗰個特性嘅就係乜冇，就係一片大海咁樣，你可以隨心航行。當然我哋都有自己嘅規矩咁樣啦，但係佢所要適應嘅條件可能要複雜多少少。但係我都認為未來咧呢啲嘅挑戰 AI 係可以克服得到。所以我諗雖然咁講啊，佢有機會自動導航呢個有機會喺海上面發生嘅，但係你話會唔會係完全 AI 完全取代咗呢個行業嘅專業人員咧？我覺得就唔會嘅，因為其實大家可能未必好知道而家嘅特別係香港呢啲咁嘅國際化呢啲城市啊，或者甚至其他城市都好啦。其實我哋嘅日常物資啊，即係我哋衣食住行，我哋衫褲鞋襪啊、油鹽糖啊，我哋生活好多嘅物品、好多產品啊，甚至你用緊嘅電話啊等等都好啦，超過90%咧都係透過船運去到當地，去到你個地方，去到你屋企，跟住你再賣嗰件物品嘅。所以航運喺呢全世界裏邊咧係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職位。就算佢真係有 AI 佢幫佢做咗即係駕駛嘅工作啦，相關嘅範疇嘅方面咧，例如船隻嘅管理啊，或者港口嘅發展啊，等等呢啲必須要都有人喺度，有一啲專業嘅人士有相關嘅知識，先可以管理到或者可以俾到呢個專業範疇嘅意見，俾到業界啊，或者係管理一個港口嘅。所以我覺得 AI 雖然有嘅佢嘅挑戰啦，或者有佢嘅嚟緊嘅衝擊啦，但係我覺得喺我哋海事行業嘅專嘅裏邊咧，係仍然需要有呢一類嘅人才，而且我都希望咧，即係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即係嘗試了解下呢個行業咧，因為其實我哋香港的確係好缺乏呢一類嘅海事人才，因為其實本身航運喺香港咧係6大產業之一啦，但係我哋嘅航運嘅專業人士咧係非常之缺乏，即係以我認知咧，而家喺海上面仍然工作緊嘅現職嘅船員係基本上係少過，即係全香港係少過100位嘅，所以其實我哋嘅資源係十分之即係人才資源係十分之缺乏啦，我哋又需要多啲嘅新力軍去加入去支持呢個行業啦。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咧，我都建議大家真係及早準備，因為我覺得堅樂中學咧有個好處就係佢喺職涯規劃上面咧有好多嘅資訊提供俾我哋。佢邀請咗好多唔同嘅師兄師姐去分享啦，讓我哋了解更加多唔同嘅行業啦，等我哋知道你未來嘅發展自己有興趣嘅方面啦。所以大家了解多啲，認識多啲，及早準備咧，絕對係對你嗰個職涯咧係有一個十分之正面嘅幫助。所以希望大家即係及早準備，係認識更加多，讓自己嘅嚟緊嘅生活啊，嚟緊嘅生涯啊都可以係規劃喺你計劃之中。